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南3天来发生2件抢案，桂林一间临街厝测试透早，互人开10外千，嫌犯已经自首，被害人第一时间并无报案。中国一只苏州号的军舰顶礼拜六伫台湾海峡近距离挖进美军的前分号，美国白宫谴责北京故意要掠事。今年的1月到5月，国内进口1200吨的美国猪肉，消基会调查所发现讲市场拢无美国猪肉的相关制品，呼吁消费应该公开资讯。新闻台先来看，台南最近3天阁发生2件抢案，桂林一间临街厝测试透早，互人开10外千，嫌犯随即向警方自首，嘛已经防收押，也毋过被害人并无马上报案。警方是表示，检方一定会侦办咯，会来调查看敢有共犯。桂林有一间人家厝兼工厂，找是透早，互人大10外千。姓管的嫌犯犯案了后，直接早以犯案用的2支枪向警方自首，目前已经防收押。柯姓被告经法官讯问后，坦承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犯行。又被告因与他人纠纷而前往开枪，在纠纷未解决前，仍有再次前往寻求开枪之可能。有事实足认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均具有羁押之原因。嫌犯犯案的动机，现在警方是以侦查无公开的理由，无愿意提供。不过有风声讲，这个抢劫案敢若是因为牵涉到债务纠纷，加上进前南区的抢劫案，台南3日来都有2件抢劫案，但是市长黄伟提说拢无回应。因那面台是鼓励警察办案积极，嘛希望市府会当有作为。3天前，还有这个追山党23千。刷来了，大家拢知影有被背信，但是问题是，咱台南的市民无法度分别讲枪支是哪还是劣的，是本土还是非本土的，所以咱才有法度知影讲，台南到底有安全无？那另外，我们也呼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关于相关案件饭后的追查能力很强，但我们也希望能够遏制犯罪于事情发生之前。警察在台南非常辛苦。要去探讨的是把警力补足，让了警察有办法掌握到一些情资。这件归人抢劫案目前无排除其他的共犯，嘛已经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大园有一个民众顶个月29，带人约伫厝邻的工厂要买电线，涉嫌疯抢400万。伊不满讲，警方明明是有查到嫌犯，也毋过无随甲人掠起来。警方是表示讲，已经有锁定4个嫌犯，检方嘛已经开始侦办咯。光头白日竟然防抢劫，监视器翕到桃园大园区一名姓林的查甫人，顶个月29，伫家己工厂门口，互一个查甫人肉喷辣椒水，要将伊手中底有400万现金的牌影。姓林查甫人2摆跋倒伫涂骹，也互对方共党的开车想要甲伊弄，互伊惊到要死。祖先最起码你应该要收押嘛，担心多少都会担心呐。最担心的是什么？当然是说出去被抢啊，还是说被报复啊？根据了解，受害的林先生平常时也是做长区买卖，下昼忙修固电线，伊记着手甲脚的空喙。讲出事发迄天，原本是要甲祖嫌进行交易，不过对方根本就是想要抢劫，好加在现金是保掉的。也毋过林先生报警了后，部分警方明明查到嫌犯，却无当场将人逮捕，批评根本拢无作为。本分局已查缉2名嫌犯到案，另外已锁定2名其他涉嫌的身份，那已经报请这个桃园地检检察官指挥，持续侦办查缉中。针对民众无作为的指控，警方表示积极侦办中。除了调看附近监视器，目前已经查缉2名嫌犯到案，也将案另外2名涉嫌人身份，以强盗未遂，报称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批示风波继续的炭烧，总统府主席严志发马上指控，严志发暂时发声明强调讲，已经提出刑事诉讼，要来捍卫伊的名誉。另外，捌做过陈局竞选办公室主任的洪志坤嘛向洪志坤嘛互一个查某导演指控性骚扰。洪志坤伫面册回室内，陈局办公室嘛发声明表示谴责，强调讲这行为无法度原谅。之前民进党立委范云对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伫立法院对于性骚扰提出告诉，台北地方法院是判陈雪生爱赔范云8万块。民进党立委范云2020年指控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伫立法院审查监察院人事时，以巴肚起弄伊的脚趾拍3摆，佮较表示用巴肚佮未有心，涉嫌性骚扰，决定要提告要求赔偿50万。一审判陈雪生构成性骚扰，判赔8万。陈雪生不满提出上诉，佮较表示两个人差30公分，真歹恰着。不过台北地院初六判决陈雪生败诉，确定判赔8万。只要对方有政治实力，他可以继续担任立法委员。我作为一个受害者，我还必须在国会的议场上，经常看到他的时候，感受到恶心。范云强调，申诉制度对受害者是无友善，答应未来的修法。那最近民进党性诉风波炭烧，总统府主席严志发也互小英之友会前员工指控，不过严志发发出声明表示，已经提起刑事诉讼。反过来批评是天大的侮辱，不过另一立委并不支持这种处理方式，支持受害者提告。那被指控为加害者，他要提告是法律上赋予的权利，但是我想我们不会去支持这样的行为。今麦阁有一名导演出面控诉，互姓 H 政治人物借着机会再到汽车旅馆，互乱泼乱蒙胸坎。虽然无写出全名，不过互指出就是陈局办公室前主任洪志坤。洪志坤半暝啊也伫面册回应表示，互人无好的感受，一定是我的错误，会改进佮弥补过错。洪志坤先生当然曾经在高雄市政府还有这个选举总部里面待过哈。那他个人的行为，我觉得他必须要面对大众对他的质疑。对此，监察院长陈局办公室初六发出声明表示，伫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感觉真震惊，非常的艰苦甲失礼，强调袂当原谅，会予伊上严厉谴责，希望洪志坤会当诚实佮严肃面对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有2个空服员，互技师讲一寡话无的性骚扰，航空公司嘛认定讲性骚扰成立，也毋过通报桃园市劳动局所表示讲，因为这个事件毋是伫咱国内发生，无法度依照咱相关的法规来处理，这嘛引起质疑。卫生福利部今仔是表示讲，应该按个案认定，毋是讲伫国外发生的就袂当处罚。去年10月1日，2名国际空服员飞到荷兰，互同一间公司共班机的技师用为性骚扰当事人公起勇气提出申诉。经济转述伫访谈当中，共班机的机组员差不多拢挺身支持受害者，也伫12月当中成案。航空公司认定性骚扰行为成立，通报主管机关桃园市劳动局，说得到因为司法地无伫国内无法通法的回答。我们受害者会员真的是快要哭的跟我讲说，所以对方也会收到，对吧？因为对方收到了之后，真的是可以被他拿到公司里面回去继续说，就是他小弟大说，你看政府也不会开罚。对受害者要求桃园市政府对行为人开罚，却收到安尼函文，工会批评性骚扰行为人恐惊到安尼，搁较无得惊。民代要求性骚扰防治主管机关卫福部应该明确表态，两组的当事人拢是台湾籍，免因为伫外站都无约束力。没有说国外不罚，那可不可以罚就回归到行政罚法？那行政罚法我们也是有找到第6条有关在境外犯的部分，有哪些状况原则上可以罚？卫福部表示，地方政府应该照个案认定。工会是呼吁空勤组员服勤国际航班，了续外站是职业特性。同款的案件也未少，卫福部应该做出解释，互地方政府应照规范来做。记者综合报道。
美军飞弹驱逐舰征婚号顶礼拜六驶经过台湾海峡，中国一只军舰苏州号就对伊面头前驶过哦。美国国防部公布录影的画面，指出讲双方距离才130外公尺尔。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协调官科比谴责北京伫台海甲南海的行动愈来愈刁工，是故意要惹事。美国嘛对中国提出警告。美国海军驱逐舰将军号车早以自由航行的惯例通过台海的时阵，去予中国苏州号飞弹驱逐舰为头前驶过。美国国防部公开第一人称的角度。画面看到解放军苏州号向将军号倒边驶真紧安尼划过，双方上近离无甲137公尺，险险就相撞。这是一礼拜来第二届中国军机军舰做出起事的行为。中国月底，中国歼16战机伫南海空袭，嘛直接飞起美军RC-135侦察机头前拦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讲，这种的举动是中国侵略的行为，互人唔敢相信，要求拜登政府爱明确甲中国看作是敌人。There was absolutely no need for the PLA to act as aggressively as they did. When you have pieces of metal that size, whether it's in the air or on the sea, and they're operating that close together, it wouldn't take much for an error in judgment or a mistake to get made, and somebody could get hurt. And that's just got to be unacceptable. 美国提出严正的谴责，不过强调讲会维持美中沟通管道无问题。军事专家分析，中国想要把台海内海化。而且迫害区域的特殊，拢是要展现军事霸权，对美国宣示。从这个危险的一个挑衅行动，也可以看出北京的一个思维，也就是企图把台海内海化。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可能也会采取更强烈的作为。美中对抗的态势之下 ，AIT 主席罗森伯格搁一届来台湾，国务院亚太组卿康达访问中国，甲中国外交副部长马朝旭会谈，凸显台海议题三边关系愈来愈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主持今年上半年陆海空军正任将官的典礼，这届计共是有27个人晋升，有5个人进行中将，22个小将。另外，针对7月汉光演习，团讲会头一届伫桃园机场来展开反空降的操演，国防部嘛证实嘛强调讲，会尽量来减少对正常航班的影响。向进任将官点头致意，总统蔡英文找了亲身主持112年顶半年陆海空军进任将官阅兵典礼。这摆有17人进任，其中有5人进任中将，27人进任少将。总统致辞的时阵，特别讲到各区各州、各南各州拢有具体成果，也恢复一年一期落实军事改革。今天的进任是一份荣耀，也是对各位更远大的期许。我期许各位未来能够运用领导统御，强化部队的训练和士气，也要落实人才的培育，提升国军整体的素质。这摆被受瞩目进任将官包含前盾部舰队支队长陈道辉，伫舰队爆发集体染疫，嘛写文章鼓励官兵。另外，台海情势严重，强军加大绕台路头，考验海空军新任将领如何精实部队战略。我仍会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持续的坚持国军的战力，然后确保国家安全。在现今严峻的台海局势里面，未来我也期许我自己能一本初衷，报效国家。总统，美方是有介入指导汉波。7月汉光演习传出会第一摆伫桃园机场展开反空降操演，国军无承认美方下指导期。不过，机场操演恐惊影响到航班，国防部证实在密切协调当中。不管是要跟民力、跟我们的航管、跟我们的警察单位来做一个密切的协调。那么，如何在确保国家安全以及把这个对于民众冲击所造成这种影响之间降到最低。这个部分就是需要进一步去协调跟规划的工作。针对美国国务院指出无法度加紧美台湾武器交换，国防部承认目前初期进度延前，不过最终年度进程交运进度拢正常。另外，7月台美蒙特瑞会谈是不是确定军售延前的议题，国防部低调无被评论。记者综合报道。
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目前人伫日本的访问，早起嘛去拜访立宪民主党的参议员，有台湾早囝称呼的联访，双方拢强调台湾日本合作对东亚和平的重要性哦。另外，针对咱国内最近正受到关注的核能议题，郭文哲是认为讲，侯友宜应该爱甲核废料要安怎处理，讲好清楚。囡仔袂使。那中文听吧，台语也会通。台下日本参议员联访甲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互动真热，也聚焦两岸议题。李登辉前总统跟我讲过，这个台湾在面对国际关系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日本当作参考点，然后再做调整就可以，这样大概就不会差太多。台湾跟日本的合作对整个东亚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台日合作对区域和平的重要性，也毋过顶日，立民党有众议员要求赣田首相明確反對台灣獨立，聯訪也做出回應。その2人は委員会の質問で岸田総理に正したというのは承知していますが、党の見解ではなくそれぞれの個々の意見だと承知しています。總統大選繼續聚焦能源議題，郭文哲認為現階段上安全的做法就是核子核三演繹，袂當2025的關掉。我知道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可是现在就是面对问题嘛，你不能说紧抱神主牌，那不顾事实嘛。这核废料，我跟你讲，将来就是侯友宜要面对的问题嘛。你当时都那个核一核的核废料，你那个建造不发给他，不让他盖那个储存槽，那你现在你要说你要永和也不对。郭文哲下晝除了到上下正經式交流，經去了解，訪問團下晝會避會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拜會日本維新會主席馬場伸信。記者綜合報道。台灣對2021年的元旦開始開放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進口，也毋過小機會挑戰市面上計共289件有豬肉成分的產品哦，全部攏無用到美國豬肉。也毋過小機會是指出講，美國豬肉今年1月到5月進口量是有1200噸哦，市場所攏無相關的產品，這實在是真奇怪。伊嘛呼籲小署應該公開公布美國豬肉佇咱國內的情況。台灣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已經超過2年。根據衛福部小署統計，敢若今年1月到5月為美國進口豬肉到1204噸。伫其他營業部位，比如豬腳、大腸頭等，也有1511噸。按過消基會上新的調查所發現，市面上找無美豬進口的產品，到底這美國豬肉流向倒位呢？政府都要出來講清楚。它明明是这一个使用的美国猪的这样一个原料，或是甚至呢贩卖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猪肉，但是标示上呢标示了其他的一个原产地，不是美国的原产地，这2个可能性都有的。消基會表示，至今伫北中南的市場打翻便利超商、量販店、百貨公司等地，總共抽樣289件含豬肉成分的相關食品，其中有272件是來自台灣，15件來自西班牙，9件來自加拿大等地。全豬肉產地表示合格率是100%，啊，毋過煞無一件是來自美國產製豬肉商品。未來也無法度相信，若果開放加拿大全牛齡牛肉進口了後，政府應就全將新產品來揭露。標示不清楚，然後我們政府又沒有去加強一個查緝或查核的這樣一個工作的話，我們擔心呢，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標示，那是不是呢形同虛設一樣？消基會呼籲政府小數愛積極確保食品進口的資訊透明度，來滿足消費者對食品的合理關注和信心。另外，政府也應該定時公布查廠報告、風險評估報告等，確保進口產品的安全性，來建立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記者綜合報道。台積電今仔開股東會哦，講今年會豆豆來消透庫存，目前客戶的庫存嘛攏已經減少咯，已經有部分產品的市場又過回溫。嘛強調講哦，台積電會堅持綠色製造的理念。綠色製造是台積公司永續經營的基石。台積公司實質成為全球環保標杆企業，無論在台灣或海外，我們厚植綠色管理與日常營運。台積電表示講，前幾檔經過美中貿易戰、疫情、俄烏戰爭，
也毋过哦，台积电嘛是稳定成长，嘛准备好要迎接后一波的成长。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嘛呼吁台积电着爱转型做绿电的产销者，创造台湾的绿电基质，保持竞争力。再来看今年第3号风带高潮伫要形成咯，气象局预告为着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会增强做风带高潮。气象局嘛表示讲，这个风带会往北往日本移动，应该袂影响到台湾。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形成台风的几率，不过整体来说，由于它的路径是朝琉球南方海面，接续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以目前的资讯评估，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虽然高潮对台湾的影响无介大，也毋过气象局强调讲，明仔载初七开始，水气会豆豆啊增加。拜六开始到后礼拜一有一波低压带会来接近台湾，到时阵全台湾拢会落雨。再来看疫情解封，花莲县政府是真认真的拼观光。4月份有一批越南的航班即马又搁争取到愈侪国际包机。7月份会搁直飞泰国、韩国等国家。花莲机场航空站2楼入境大厅，内底是冷冷清清，连一个观光客都无。看板顶悬敢若有华信航空一班飞行机。附近的民众讲，花莲机场讲是国际机场，不过使用率真低，实在真无彩。不要说国际线的啦，国内线都每天大概1班2班而已吧，觉得很可惜啊。为了活化机场的业务，在疫情解封了后，花莲县府争取包机的业务。4月份已经开通花莲直飞越南岘港，7月会直飞泰国曼谷。另外，目前当地甲韩国约束达航空预计重新启动直飞，上近年底会当国飞。交通对观光来说是非常重要。那花莲拥有这个国际的机场以及国际的这个港口。那国际机场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包机的部分来活络它。另外，县府目前嘛伫甲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国家来讨论直航的代志，在地观光业者是真期待。国人今年蛮多都是选择出国旅游，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包机。增加一些这个外来客源，来弥补我们平日的住宿率。花莲航空站表示，民航局今年特别要求花莲机场都要提高使用率，所以会推出几啊项优惠，还有减免国际航班的降落费等等的利多，希望会当吸引国际航空公司去花莲设立维修站点，和包机的业务甲定期航班会当维持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常常怨看讲，咱台湾的人行道是真歹行，常常有电条变建商、消防条，也是乌多摆挡路。有国民党的立委佮地方议员就呼吁讲，应该甲变电商地下化，甲空间幸福用路人。也毋过台电是表示讲，这毋是高级单位就有法度来处理，佮牵涉到土地问题。人行道顶悬用要互路顶甲变电箱占掉咧，台中乌节三营路这个所在，亲像安尼过路人未穿过停电关卡的所在，至少有7个。国内真侪人行道也真做稀释，机车、公车站牌，或者是电火条啊、电箱，严重压缩路人的空间。南港路2段，短短250公尺，有多少个电杆？加一加刚好55个。我家门口20公尺有3支电线杆，这是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全台总共60万个变电箱，加300多万支电火条啊，有真侪都亲像各地地方机关提出的人行道相片，真危险。依照电信管理法，设电火条爱有路宽单位登记，爱透过申请会勘有强小才能设立。台电回应并无单一决定，也需要有土地才能检讨地下化的可能。防调人行的部分，只要大家有迁移的地方，不要适当的地雷我想台电目前都是全力配合。土地也欢迎台电出来提出，那我们中央各部会都会来确定来协助。那经费部分的话，也有相关预算来支援。5月底，行政通过过路人优先交通安全公令，各地方政府开始检查，爱改善人行道有161个所在。另外，由道安会所造成的过路人安全指导小组也按算在7月底进行，完成全台22县市顺时检讨各地乱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高湾科技大学，之前因为学校的财务困难，和教育部来做专案辅导的学校，也毋过伫台湾钢铁公司关2亿8千万了后，因即卖已经毋免退场了。今仔早起嘛公布讲，新的董事长是捌做过澎湖科技大学校长的林慧正，学校未来敢要改名咧，这爱个讨论。
要帮弱势囡仔装成实果向前飞，台江集团关注高苑科技大学2.8亿，互高苑科大变成教育部审议会议当中唯一免退场的学校。学校在5月29号经过台钢集团捐资2.8亿。那把这个财务的缺口已经补足，那也已经把积欠教师的薪资都已经全数的清偿，所以经过审议会的审议认定，高苑科技大学这个免除专案辅导学校。其实高苑科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整个瘦身调整，然后还有开源节流的一个方向来进行发展。学校里面有不少科系是可以跟我们对接的啊。那这些科系，我们就好好来经营它。借重林辉正捌担任培育科技大学校长的经验，高苑科大公益董事会嘛表示，未来会盘点着学校内底的科技能力，向细而且水的方向来规划推动，让学校会当永续经营。可能利用校产或者是所开的科系，也是只为企业来服务。对这个学生的养成，应该赋予他怎样的一个想法，或是他教育，那这样子的话，对那个科大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才会有帮助。台江表示，关注主因是为着公益，嘛认为学校伫个 S 人大附近有发展的优势。若是办学的方向，也是敢要改学校的名，也是爱交互新任的董事会讨论了后，才会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红立这全辅导学校的，阁有台东技术学院、明德大学、甲环球科技大学这3间学校，因为欠老师的薪水计共超过3亿，所以112学年度开始就全部停招，明年的7月31日开始停办。这嘛是教育部头一届宣布有几间学校做伙退场，有上千个学生囡仔需要安置，有200多个老师，阁有200多个职员防资遣。大芬林环球科大2年啊盛赞的同学，听到明年学校要停办，也烦恼未来若准媒合失败，才有可能放送去机构安置。学校表示讲，全校大概有500名学生未来需要爱家安排，也希望教育部会当替其中61名新中生找到适合的学校。如果真的学校倒的话，或怎么样的话，要去到别间学校，也不见得有那么多人力可以协助我。那60位同学，实际上讲有些。线上同学是其他学校不收，我们就协调系主任跟老师把他这个接收下来了。所以真的很盼望教育部面临这些线上同学，那的一个安排可能要花点心思。教育部初5召开学校退场审议会，包括环球科大、台东技术学院，也有明道大学，因为欠老师薪水上济欠超过3亿，要互教育部发几条界拢搬到改善。对112学年开始，必须爱全部停止招生，而且伫明年7月31日停办。明道大学表示尊重，有学生听到是惊一跳。有点紧张啊，毕竟就是要突然从这个熟悉的环境跑到别的不熟悉的环境，就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紧张。教育部它有一个退场基金，会从他们接手之后开始发薪水。那么之前的欠薪2、3、4、5的欠薪，就会由原有的董事会来支付。另外，台东技术学院表示，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不过尊重教育部的决定。学校甲董事会也讨论学校未来要处理的方向。这也是教育部头一届大规模和几多间学校退场，3间学校总共1120个学生爱家安排，212位教师，也有214位职员爱防资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文化部的新年礼金，今仔开始18岁到21岁少年人拢会当领到1200块，会当去册店买册、看国片，还是看展览、听音乐会。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嘛登去中山女中参加毕业典礼，总统嘛鼓励少年人都爱定定去参加艺文活动哦。全台湾大概是有100万人会当领到新年礼金。学生伫毕业 party 唱歌跳舞，6月毕业季，未少高中毕业生除了要走向大学生活之外，也迎接18岁成年。文化部推出成年礼金，要予18至21岁青年一份成年礼物。我应该会去买书吧，还有分科测验要考，拿这个钱先去买参考书，结束之后可能会去看电影。我应该会看电影，或买一些单字书这种，买一些小说。可以。对啊，暑假有很多不好电影。对啊，电影只要200多块。有人想要买册，有人想要看电影，也是甲朋友同齐佚佗。总统蔡英文以大学子的身份出席伫中山女高的这场毕业 party。
鼓励少年世代多使用接触艺文活动。拿到成年礼金后，可以走进书店、博物馆、电影院，或者是艺术场馆，透过文化体验来成年，成为正港的正港台湾囡仔，勇敢的尝试，大胆的提炼，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也就是我对大家的期许。文化参与、文化体验，来作为成年的仪式，简单讲啦，就是登短了。我们以欧洲的经验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达到欧洲大概使用率至少有60%以上的这个绩效在大家都使用的状况底下，它会常态化。除了会当买册、看电影之外，文化部长苏德提醒，也阁有表演艺术甲独立册店买册等优惠，只要符合2001年9月到2005年12月底出生等相关资格，都会当利用手机 App 也是申请纸本 QR code 使用，期限到明年6月底。有估全台有约100万人会当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之前发生火车烧农的事故，伫初4又又传出有桥放弃，是伫东北部一座经过恒河目前过会起的桥，民众一开始也准是发生爆炸。这座桥伫去年4月嘛已经放过一届了，这届又搁放弃，有一个人失踪。民众手机记录到大桥崩塌的1万年，大部分的桥面直接落伫河内，引起真大水火甲影响。印度东北部的比哈邦一座兴建中的大桥，初4发生崩塌，总长超过3公里的桥，有几百公尺的桥面崩塌。震撼的画面，互现场看到的民众就是发生爆炸。बहुत भयंकर हलचल हुआ था यहाँ पे, जैसे लगा कि बहुत बड़ा ब्लास्ट हुआ है। उसके बाद कुछ समय के बाद पता चला कि पुल ध्वस्त हो गया。互民众遮尔气愤，是因为这座桥有假要跨过恒河的大桥，规划171亿卢比，换新台币64亿，原定2020年3月完工，想要到拖超过3年还未完工，也伫14个月内2摆放弃。前一摆是去年4月，迄当时调查基础原因是电缆过冷气，外界就质疑建商使用品质歹的建材所造成的。今嘛第2擺崩塌。यहाँ पे जायजा लिया कि जो भी इंसिडेंट हुआ उसको मैंने अपने वरीय पदाधिकारियों को बताया। वहाँ से हम लोग को एक इंस्ट्रक्शंस आया था कि इसका रात भर मॉनिटरिंग करना है। उसके बाद मैंने तुरंत SDRF की टीम यहाँ पे भेजी थी। उन्होंने रात में यहाँ पे शाम में ही जायजा लिया, पूरा जो एरिया है उसको कवर किया। 根據印度媒體報道，迄當時橋頂攏總有8人，目前有1個人失蹤。當地政府下令會嚴懲相關人員。也毋過調查團隊發現橋梁設計存在欠點，建議重新檢視整個設計。公視新聞鄭偉林編譯。在冷戰時期，擔任羅西亞間諜的前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探員羅伯特·韓森，初5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州的家業過身，才到79歲。韓森對1985年正做間諜，偷摕美國核戰計劃等大量的國家機密，賣予羅西亞的情報單位。根據科羅拉多佛羅倫斯聯邦家嘅聲明，羅伯特·韓森初5早起互人發現佇路旁內底昏迷，經過搶救無效身故死亡，享年79歲。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指出，韓森是 FBI 史上傷害國家上嚴重嘅間諜。1985年開始，韓森向我國情報單位提供高度機密資訊，換出170多萬美金，甲泉州這利用，被看作是美國頭號嘅叛國賊。韓森1976年1月10日進入 FBI 工作，在紐約分部擔任反情報人員。3年了後，開始主動接觸蘇聯情報人員，替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甲後來俄國對外情報局 SVR 做間諜。雖然捌中斷活動，不過1985年，伊閣用雷蒙賈西亞假名，透過加密通訊甲約定交會地點等方式。提訴稱分涉及國家人事部局調查現況甲反間策略的機密檔案，交換現金泉州甲國外銀行的存款。韓森佇 FBI 職務因毫無限制提到反間行動細節，已透露予我方的情報，包含美國核戰計劃細節，甲蘇聯駐華府大使館地下墓坑內底秘密測聽裝置，同時也出賣幾名上面間諜。FBI 動用300個探員調查伊幾個月了後，
2001年伫维吉尼亚州一个公园中掠到汉森舰队出卖国家机密等15项罪名全部认罪，遭判终身加禁免假释。2002年开始服刑。公司新闻警员庆平报。过来消息来看，台中捷运顶个月发生死亡事故，检讨了后，决定要开放驾驶扛棒，方便随车员有需要随时会当来启动停车。台中捷运今仔宣布讲，这个训练已经结束，随车员未来是当伫3秒钟内底来反应，所以即马要搁甲驾驶的扛棒关起来咯，避免民众无注意去试着，也毋过未来是要甲伊锁起来。随车员徛伫咧车厢头前专心灌注，驾驶界板已经扛起来，而且搭一张唔通卡的建议。台中捷运绿线顶个月发生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的重大意外了后，一度将车厢之内的驾驶界板全程掀开，以便遇到紧急的状况，会使随时来打动啊。但是中捷大科宣布，已经完成随车员3秒之内开挂按钮的训练，现在起关闭驾驶界板。中捷是要教育，都有这种设备，然后又没办法让这个设备来发挥安全的问题，发生这种问题真的是太不应该了。还好啦，因为那是意外啊。所以现在信心是有。有啊，我也是1个礼拜搭好几次啊。民众有的认为中捷还有改进的空间，有的人是对系统有信心。中捷表示已经提出9项 SOP 进行作为，包括随车员自查确认，以及3秒之内开挂按钮等措施。交通学者是强调，进行掀挂，空添民众无细里取到的机会，而且将随车员当作驾驶员来使用，明显是盖过头。盖板盖上但不上锁的情况之下，随车员开启盖板。按压紧急刹车按钮，只需要3秒内可以完成，较先前上锁时要花20秒处理，以大幅缩减操作时间，可有效提升紧急事故处理时效。你把它打开的时候，那变成那个随车员都在担任驾驶员的工作的，几乎他的80%-90%的精神都要顾那个东西，因为他很怕人家去误触那个东西啊，过犹不及啦。我个人是比较同意他把它盖回来，因为他还可以做其他的动作。专家赞成恢复全自动列车正常操作的机制，而且提起中捷公司改革袂当伤过凶，后续安尼装智慧型障碍物侦测系统也必须要真慎重来评估，也无容易影响到大众对中捷的信心。记者台中报道。昨暗头高雄大寮有一台轿车从启弄民进党高雄市员李武庭的服务处大门放起4个拢是碎玻璃，加在迄当时服务处无人，警方嘛随掠到嫌犯。警方是表示讲，嫌犯下晡的时伫服务处的做债务协商，可能是因为心情无好，真不满才会驶车去弄服务处。大门风弄倒，涂骹拢是碎玻璃。初5暗时要7点，一台黑色轿车开到高雄市议员李玉婷的大寮服务处头前，刷落来就北区弄入去服务处，然后汽车逃走。加在当时服务处内底无人，若无后果不堪设想。于4小时内将红险查缉到案，那依刑法的毁损、恐吓罪嫌移送法办。那警方将持续追查其他的关系人。警方接到通报，对早5点钟来就掠到嫌犯。根据了解，事发原因是服务处下晡处理一件债务协商订金案的时阵，嫌犯甲订金债务人的朋友起冲突，事后来报复。有网友伫李玉婷面前指控，冲突是因为助理先动手拍人。助理是没有，但是呢，我相信呢，我希望在脸书留言的人可以出来指证，当面作证。那如果有的话，我绝对不会护短。拿轿车弄服务处，同一暗9点外，还有人用服务处的名义订真侪餐点。外送员送来了后，煞找无人通收。议员怀疑是因为同一件纠纷互创治。市长陈其迈找了透早嘛谴责暴力的行为。暴力行为实在是非常的不应该那也希望说在整个公权力的一个执行这个也不容任何的一个挑战。服务处人员透早无用清理满涂骹的碎玻璃，轿车直接弄入去议员的服务处，互外界指高雄的治安。陈其迈表示，已经指示警方伫公共场所甲民众较侪的所在加派警力，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
再来看宜兰五吉乡溪平路三段甲定安路口，早起发生一件3个人死亡的车祸哦。一台轿车启动到一台箱仔车了后，佮启动到对面车道的货车，造成货车的驾驶、箱仔车的母仔囝3个人死亡，轿车的驾驶重伤。一台姓吴查甫人驶轿车，车辆早起伫五吉乡溪平路往宜兰市方向，技术车速伤过紧，让头前箱仔车车尾，佮对向小货车相撞，弄个真大声，附近人拢听到，这车祸造成3死1伤。听到很大声的撞击声，你是住在这附近的？对，住这附近。你在政策上啊，在相关的议题上哈。在事故现场，也佫会听到车顶管报上的广播，车祸就发生在有测速翕相的路口，3台车已经路苍苍，零件是落在车道顶管将近8公尺。他的驾驶，看一下，要不要看一下？在车祸现场真死10人是当场死亡，3种护理人小弟。3种护理人迄时阵开车载读宜兰高雄的查某囝去读册，2人却拄着死劫。小货车的姓温的驾驶送医了后也不治身亡。另外，驶轿车的姓吴查甫人依然重伤，伫病院抢救当中。初步了解，伊无酒后驶车，专案详细事故原因依然要调查。疑为 A 车未注意车前状态 ，B、C 车尚未发现肇事原因，详细肇事责任以鉴定会鉴定为主。那个红灯停了以后，我们还是不敢走，因为砂石车非常多，他们有的还是会冲啊。这溪平路2礼拜来已经发生第2件死亡车祸，顶5月29才发生小货车为路边起步，互2台机车撞到的事故，1人死亡。附近的人这期因为路伤过低，测速翕相煞无济，所以车速拢真紧。附近运动的老大人都算有车红灯严加过车路，死亡车祸常常发生。望公部门赶紧改善这条路的交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淡海新市镇哦，伫30外当前，就规划13外公顷的用地，要来起本色焚化炉加工厂，也毋过因为发展不如预期，后来就拢无开发。最近哦，营建署按算讲要甲这块地变更做产业专用区，也毋过环保团体甲在地民众是真反对哦。因呼吁讲，这块地应该保留做绿地加公共设施。简报相片顶头的空地啊，就是原本淡海新市镇规划本色焚化炉甲工厂用地。会在内政部营建署举行都市计划委员会进行专案小组审查，拍算要甲这搭13.19公顷的土地变更成产业专用区。来增加增加在未来淡海轻轨通车，未来淡江大桥新建完成以后呢，产业需求。不过，环保团体甲当地居民反对，会在离营建署外口顶前指出，淡海新市镇人口无像预期来发展，土地空咧用，显示过去的政策是错误的，无法度接受，今嘛唔检讨，说等到要继续开发甲迫害。这是台湾公共政策的荒谬，也是淡海新市镇发展史的悲哀哦。我们反对这块用地继续做这样不当变更，它也不应该，这片海岸不应该再为错误的决定牺牲。当地里长嘛呼吁营建署不应该短视近利，既然无兴建焚化炉的需求，就应该向保护生态甲兴建公益设施做目标。可能我们的物流中心或是其他有污染的产业就即将进驻到我们的淡海新市镇。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居民来讲，广大居民来说，其实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顶前代表甲2413个反对不当变更的公民联署书交予营建署官员，强调当初时的公共设施就应该重新规划变成公共设施，保障在地居民的权益。营建署表示，6号专案小组会议会以听取各方的意见为主。记者林俊文、王兴忠台北报道。台东县哦，虽然所发生有树仔红毒死，顶个月有一桩超过30吨以上的台湾可能菇红毒死。这个月初哦，又有7桩大约30岁的树仔红软空灌毒打冷气，公所已经报案，麻烦警方会当赶紧找到凶手。关山镇图书馆外口路边的雨伞树，这几天有民众发现讲，树根去用正空灌不明液体，叶仔规个落了，嘛已经死去。而且毋那一丛尔，附近的行道树计共有7丛，拢互用同款的树路偷死。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才知道说，它叶子掉光了，我们才知道它死掉，就真的很讶异。顶个月关山镇才发现一丛30年以上路边的台湾可能菇去用正空灌毒偷死，
即马阁发现这7丛雨伞树嘛防下毒。关山镇公所原本按算要家己调查，毋过即马遐尔侪丛树互偷死，代志真严重，所以镇公所正式向关山分局报案。本分局依规定受理关山镇公所报案，目前已调阅案发地点周边监视器，过滤可疑人车。一定要继续要去遏制这一种我们讲不对的行为。行道树我们应该是要让它移植到适合它的地方才对。关山分局表示，吊监视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就会以毁损公务罪来移送法办，会有5年以下的刑责。另外，台东县政府行道树管理自治条例以征收土地农林作物补偿费查估基准，亲像这种树身超过35公分宽的雨伞树，去用偷死1丛都要赔18700块，也若7丛拢总要赔13900块。呼吁民众唔通阁有这种甲树仔偷死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树林地方法院的前法官姜立雄，伫咧处理一件青少年的性侵案，互指控讲伊护航加害者，嘛受到厅界法院一审判伊免职。也毋过有社会团体、佮有法界人士是替伊画冤枉，今仔嘛去司法院头前定情，冒上百人去声援。保护好法官！会面内底规帮人聚集伫司法院，包括社福团体、社工甲法界人士，成百人去到现场发起定情行动。替树林地方法院前法官姜立雄抱不平，他到底符不符合比例原则？一个法官就是一个在司法界的人，他都能够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平民百姓会受到什么待遇？伊讲的都是姜立雄的厅界案，因为这部法庭顶一日认定，伊伫咧处理一件疑似一个少年家去用性侵的案件，涉嫌甲加害者护航，一审封判免职。不过，相关团体认为讲，这个处分伤过酷刑，连伊的同事亲家50嘛出面替伊讲话。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是家法官对少年的贡献，以及儿福界他们的心声，少年及家长他们的心声，把照顾孩子当作他的第一使命。一个法官将近当了30年、26年的少年法庭法官，每一年都是优质的第1名法官。一个善意的或者疏失好了，可以罪及要到死吗？要撤销他法官资格吗？除了甲定情书交予司法院的人员，来乌演的人嘛发起联署，目前已经超过1600个人响应。国是审检等等的单位，都有100多人来参与。呼吁厅界法院爱公平审理，找人嘛做伙甲联署书交予总统府。对相关的诉求，伫结果进前，司法院也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啉酒拢爱化菌，好食饭倒真劳力，嘛教人拌烂。化菌的步数是百款哦，真趣味。嘉义市的台湾图书馆就邀请对化菌有研究的时代甲店头家，互因一边上课，佮一边甲无共款的酒群拢记录落来，才袂去失传。拍拉件嘛本门的比较，刷件我就是大向少年朋友讲化菌的历史，佮有各种菌的讲法。唔捌发过菌的人，亲身算过了后，虽然感觉趣味，但是化菌发出来的话，实在是感觉真歹记。这个先摆拢对日语，日语外来语较熟，所以因画迄个反应啊，还是迄个讲话迄腔调，还是迄个尾音，迄拢足顺的。虽然讲化菌内底嘛有日本的，嘛有中国的，嘛有台湾的，但是这是台湾已经流传差不多几百吨的物件。但即摆你记下看，我靠记下看，差不多100个剩差不多1、20个会晓。嘉义市的台湾图书室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甲台文系教授，为了要让少年朋友了解台湾早期家仔头食食生活当中的化菌文化，我们也举办化菌的体验活动，佮邀请以前一寡路边摊的头家来分享化菌甲过去传统社会化菌所代表的意义。台湾迄个尾牙文化，无电影、无电视、无啥物，下一个辣条啊，下一个油灯、拍蜡凉啊那啉一下酒，对啉酒的人种有死啦。会啉甲袂啉的人，总爱靠化菌。咱较少年辈拢是咧接触到这山西较济去了后，对着这种咱的这种化菌的文化一直咧流失。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讲，
化裙是台湾早期食饭桌顶耍必需用的物件，内底使用的语言嘛反映迄当阵的生活背景。甲少年辈化裙，都是希望用无同的角度，互因来入捌台湾过去的历史、语言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家期报道。魔术霍华德来台湾的 T1 联名桃园英风分霸队拍球，引起真大的轰动哦。5月底合约到期，魔术嘛已经登去美国咯。后一个球季哦，魔术敢有可能过来咱台湾拍球咧？球团今仔是表示讲，魔术开出来绩效哦是真悬，也毋过伫7月底到8月初，车哦会过来参详合约。5月30登去美国进前，魔术 Howard 伫机场流目屎。1月前 NBA 名星，去年11月加入桃园分霸，引起风潮。即阵嘛到一个坎站，魔术的实力带来效应甲影响力拢真大。分霸执行长张建伟表示，5月底合约到期进前，都已经讨论过继续签约的问题。提的预期是比我想象中的高，那我当然也是抱持着球团上面可以评估的数字去提供。那但是其实彼此双方在谈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在5月31号以前合约到期前完成续约，但是彼此双方有给一个空间。但魔术7月中所有比赛拢结束了后，7月底来沟通，若准魔术无更较好的想法，张建伟认为台湾的环境真适合伊转来。7月底8月初来讨论会较妥当，到时阵就会有结果。若最近球队伫海外嘛，当咧集结更较优秀的球员，包括比魔术更较出色、更较出名的人。若本土的球员嘛，当咧换新。不过张建伟嘛表示，目前T1联名会有新的金控集团加入，而且可能嘛影响到选人的损失。不管是不是新进的球队，对我而言，我都还是会去努力，先去争取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状元。那也会跟联盟沟通，其实战力平均这一件事情。分霸这季的成绩是吊车尾，有头一个选人的权利。若新来的球队敢会当成选呢？T1联名明仔载会开商务理事会决定。张建伟强调讲，若准分霸会当签到心目中的人选，无可能甲权利让出来。若准商务理事会决定要互新的球队头一个选人的权利，因嘛会接受。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伫智利的南部有一丛5000外重的神木，可能会成做新的全球树王哦。科学家嘛要透过这丛神木来研究讲，看是安怎来适应环境气候变迁。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边800公里外，阿尔塞克斯特罗国家公园结果边啊，一丛28公尺悬、直径超过4公尺的智利柏，已经伫遮超过5000年。当地人讲，这神木级的大树是阿祖。这体申请认证是地球上上老的树，有2400多年密集的年轮，用电脑模型推测，有8成几率已经超过5000岁，甚至可能有5484岁。比即马上悬树龄保持者4800多岁，美国加州马斯萨拉松，加几啊百年。Tienen genes, tienen unas historias muy especiales comparado con todos los otros árboles, porque son símbolos de resistencia, son símbolos de adaptación, los mejores atletas en el fondo de la naturaleza. 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网络有真侪 YouTuber 会教人伪装，来看印度有一个 YouTuber， 伊的美种毋那只有印度人哦，嘛有真侪中东个东南亚的民族拢来教伊学伪装。伊特别针对较乌巴底皮肤设计伪装的技术哦，佮会教因讲安怎伫厝家己来做化妆品。那么做伙来看卖。甲专用台顶的光线甲卡美拉镜头调好势，班纳基就要开始工作啊！今年34岁的班纳基，10年前因为对伪装真有兴趣，就想要做教人伪装的 YouTuber。拄开始的时，伊想要找其他 YouTuber 影片来做参考，却发现所有上出名的伪装 YouTuber 拢是白人。对参像伊这种咖啡色皮肤的印度女性来讲，若是对这个白人的 YouTuber 用因使用的化妆品画起来妆，色调根本就袂合。You don't use foundation to look like somebody else. You need to wear it to match your skin tone. 班纳基靠家己慢慢来研究，找出各种适合咖啡色皮肤的女性使用的化妆品。伫影片顶头教大家安怎配色，会当互咖啡色的皮肤看起来较水、较影白。想袂到伊的影片愈来愈受到欢迎，即马伫 YouTube 甲 Instagram 顶头加起来已经有差不多60万的订户。若是印度，连中东、东南亚一寡皮肤较深色的女性，嘛拢变做伊的 fans。对伊学伪装。It's kind of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ness as well, watching someone that looks like you, that's using products like you. 虽然讲爱水是查某人的天性，
但是伫印度，若是一个国际有名的化妆品品牌出的胭脂，以2000块卢布来算，就等于是一般家庭一礼拜生活费的一半，毋是人人拢负担袂起。所以今年同款34岁，已经是2个囡仔的妈妈的卡维塔，就伫社群媒体顶头教大家用真简单的化妆品，甚至是家己 DIY 做的化妆品，来甲面画甲水当当。मैं ये चाहती हूँ अपनी ऑडियंस को ये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कि जितने बड़े बड़े ब्रांड्स हैं तो आप उनको ना लेकर आप अपने घर पर भी किचन में मिलने वाली चीज़ों से आप अपने बहुत ही चीप 卡维塔只是伫家己厝内客厅用上简单的手机来拍影片，但是因为内容真实用，即马有将近17万的订户。事实上，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做全世界人口上侪的国家，所以未来印度女性化妆的市场会愈来愈大。这种咖啡色皮肤的美人，无伫较有一日嘛会当拍入去国际化妆品的主流市场。记者甘美恁编译。下晡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古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